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天气小风风，爱伫个室外日头下做事的劳工朋友上界辛苦。伫个高雄道清洁人员伫个内围艺术中心咧摒扫，是全副武装来遮日头，为头甲尾、为头甲骹拢来穿这个防护衫，头壳顶搁戴一顶这个布啊。 顶落来的凉线，想想一个看，进行布袋戏内底装假人，网友讲看到会爱笑。影片内底，这个清洁人员造型，互人看甲是目睭挺甲真大气，头壳顶戴一支大气雨伞，袂输是看到装假人。民众摕手机翕，网友就闹话，这敢是伫咧拍武侠戏剧，或者是日本剑客？我到底是看到啥货？你看有没有像那个装假人？我啊，这样看得到路吗？会觉得它包得很齐全吗？对，我唔捌看。唔啊，啊你感觉安尼做防晒敢有效？足热嘛，看安尼嘛足热。影片翕的所在，就伫咧高雄来回技术中心。昨下晡4点外，一个清洁人员全副武装，规身躯包甲目睭手，头壳顶个戴一支大气雨伞来遮日头光。就把光遮住了，因为本来就是遮阳的。啊，这款装备即马伫咧卖场内底真正有伫咧卖，业者讲真侪种防日头泡的机器拢真抢吃。卖的好不好？现在是最好的，因为你去爬山的话，一定都会戴。嘿啊，像我们这边是靠近美术馆，所以阿公阿嬷去散步都会戴。套头的还有哪一些？它有半套、全套都有。最近天气很热，这个衫真的在外面要做好防晒。除了亲像装假人的雨伞，含包甲甘若村目睭的头套，伫咧日头下做事的劳工，冒防日头晒的绝招。加水讲到伫咧纸帮拍咧行，完全唔惊日头晒。网友就笑讲，袂输倩女幽魂的林彩琴。为什么要这样做爬山？因为太阳晒了会不舒服，都穿外套、手套这样子。全台湾标光分出门做事要如何防日头晒？民众步数真短，就是惊拍到乌麻麻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